歡迎大家留言分享呢一餐是否值每一位469呢？包括食物同埋環境啊，留言表達你嘅睇法。因為人係較多，所以係先到甜品區開始。呢個麵包布甸，呢款果仁朱古力好味啊！藍莓芝士蛋糕，呢度嘅甜品都唔算少嘅，有美味嘅水果配搭甜品。呢款芋頭戚風蛋糕出色，仲有意大利芝士蛋糕。有自家製嘅雪糕，有8款嘅味道。第一碟揀咗呢2款嘅甜品，食咗自己喜歡嘅甜品慶祝生日。望住呢個景，心情係特別舒暢。心情好，食物嘅分數亦無形中係被提升啊！你同意嗎？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Tiramisu 係稍為甜，蓋過咖啡同埋朱古力嘅味道。芋頭戚風蛋糕清淡鬆軟，有芋頭味。酒店為生日嘅客人送上咗個小型蛋糕。連接甜品區旁邊第3區係有呢個西湯、蟹肉、南瓜湯。仲有係炒發邊豆配豬面夾肉，有呢個大澳海山骨啦，欖角炒蝦仁芥藍，肉醬千層麵，印尼雞肉炒飯，印尼嘅酸辣咖喱牛肉，有2款嘅烤餅，椰香嘅海鮮咖喱，薑葱蒸海斑。我就第2碟就揀咗呢幾款。呢個欖角蝦仁就軟味，菜同埋豆角都比較韌。呢一款嘅薄餅稍為鹹。千層麵冇乜特別，咖喱魷魚係唔錯。呢區有唔同味道嘅 pasta， 我揀咗呢款去試下。味道一般啦，外皮係唔算厚，但係唔係太喜歡。有幾款嘅披薩，因為太飽都冇試過。仲有烤羊髀同埋烤西蘭，我揀咗烤西蘭，肉質嫩滑，唔錯啊。北京填鴨，職員細心一絲絲嘅包好。鴨肉就太少啦，配菜就令到成品係爽脆易入口。有2款合胃口嘅湯麵，喇沙湯同埋冬陰功2種味道，配料可以自由嘅配搭。我食咗係海鮮冬陰功湯麵，湯味係略黏係淡咗啲。有4喜烤麩炆豆腐，仲有番薯苗係炒泰國臘腸，仲有呢個蜆肉燉蛋普通啦，仲有海南雞飯，有幾款嘅熱食，有煨鴨髀啦，煨魚塊啦，煨牛面夾啦，仲有中式炒海鮮。中當咗呢個淮山杞子原肉煲雞、竹絲雞，我食咗呢個嘅牛面夾肉係好腍，海南雞呢肉滑，飯味香，中式呢個炒海鮮都唔錯。一開始係最多人嘅區域，而家就冇晒人啦。由尾食返嚟前邊呢個沙律刺身壽司凍海鮮區。有2款嘅沙律菜，
一啲凍盤、生盤嘅芝士、沙律菜種類唔多，尚算可以啦。刺身係有5款，三文魚啦、吞拿魚啦、甜蝦同埋油甘魚，仲有北寄貝。蟹腳咧係鮮甜，唔錯，唔係太鹹。刺身新鮮度可以啦。麵包蟹膏咧係飽滿。最後發現到呢個喜愛食嘅甜品，不過咧啲杏仁就唔諗。雖然有3種材料，但係都不似預期喎。咖啡雪糕配呢個果仁係特別好味啊！雪糕就唔夠滑，我諗係因為雪嘅成分較為多啦。最後咧係再食呢個特別喜歡嘅飲品咧，可以免費咧係自選茶或者係咖啡，都有幾款咧，好幾款咧係選擇㗎，仲有可以係無限添飲添。仲有咧係一啲自費嘅飲品。